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19公司台语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本土病例新增加1390例，佮继续创下新高，嘛连续4天超过1000例，新北上济有500例。因为确定病例人数直头增加，检验资源有限，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嘛宣布放宽轻症甲无症头的患者解除隔离的条件，发病满10天唔免采检就会当解除隔离。国内新冠本土疫情佫创下历史新高，18礼拜一新增加1390例本土病例，连续4天1000外例。疫情分布全台湾19县市，其中有4县市病例数100外例，以新北市新增加500例上侪，过来是台北市270例，桃园市187例，基隆市115例。好佳在即届疫情超过99%拢是轻症还是无症头，人数累计1万外人。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已经有6县市实施轻症店厝照护。已经实际启动的已经有6个县市，那应该是新北市、高雄市、宜兰市、基隆市，花莲市，台北应该是今天就有一个单个区域，就在信义区要开始试办。另外嘛，新增加一个重症患者是60多岁男性，本身有慢性神经系统病史，做过3剂疫苗，已经伫使用瑞德西韦治疗，病况稳定。4月15日发病，采检阳性确诊，胸部 X 光显示是肺炎，目前住院隔离中，那使用瑞德西韦的药物在治疗。针对确诊者持续增加，冲击检疫量能，指挥中心佫放宽轻症也是无症头解隔离条件。确诊了后，只要4天内2解采检阴性，也是5至9天采检1解阴性，安尼就会当解除隔离。10天期满也无需要过采检，不过采检要有医术人员执行，所以居家照护者无适用。一体适用于这个医院，还有加强版集中检疫所以及加强版防疫旅馆的这个个案那这个3个条件是都适用因为本土疫情断开，疫苗注射又佫开始抢注。目前国内第1期注射率是84.13%，第2期是79.35%，基础加强社是0.85%，对加社是55.13%。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传出有麻疹科的护士确诊，而且佫未获4个人。病院是表示，因已经通报卫生主管机关，那这个去围着的护士，伊做实的手术房，即嘛暂停运作，在进行消毒。这是收到上新的消息。继续咱来关心湘北，即阵也是疫情上界食力的所在。昨昏新北有500例，台北有270例。即嘛本土病例愈来愈多，防苦嚟做居家隔离的人嘛真多。台北市长郭文哲就批评中央，全国的轻症点出来照护指引，各县市拢无统一，安尼会出问题。那新北市市长侯友宜是建议，甲居家隔离的采检流程改做较简单的，安尼才当降低基层的负担。从7点半一直开会，开到11点45分，开了3场会议，中间只有1分钟可以上厕所。比赛事务还累了。因为接触确诊者居家隔离第1天，郭文哲用视讯会议管理市政。郭文哲讲，台北市18本土确诊病例是270例，地处隔离人数9047人，而且持续增加。郭文哲18表示，未来全国居家隔离可能达到6万人。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回应讲，爱台北市加强地处的照护的速度。郭文哲颠倒批评中央卡布斯地方无提出全国性的指引，后届各县市中间恐惊出现问题。目前中央是没有什么标准准则我们台北市就先走了你再过1个礼拜，一定每个县市方法都五花八门的，一定会出问题的，或者说一定会乱。如果我们在战略上要与病毒共存，采用清零的战术来做居家隔离跟停课，按2个礼拜内，大概所有学校都停课了。另外，新北市18新增加本土病例也是全国上悬500人，可能居家隔离人数也创下新悬14616人，店厝居家照顾确诊者17位置拢总1070人。市长侯友宜是讲，疫情也未到最高峰，也毋过地方基层已经为着居家隔离各项麻烦的作业无法度处理，希望中央爱想办法。尤其像机格的通知书、电话说明，这些都消耗了所有第一线同仁的量。所以是不是可以用健保快易通或是简讯通知的方式，或是其他方式？我们建议中央这一点要去思考。
侯友宜也提起到居家隔离者做 PCR 检测的时阵，无论医疗检验量能，也是防疫计程车数量拢真悬。伊甲中央建议改做居家隔离者快筛阳性，则需要做 PCR， 通降低第一线防疫人员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疫情滚价，快筛试剂恶卖，政府即马当地规划统一停用快筛试剂，未来用徛名字的方式，互大家拢买会到。指挥官陈时中昨就表示，一个人上济会当买5支，介绍有机会压伫100块以下，上紧5月初会实施。连续真侪天确诊数千外例，疫情严重，政府定用的快筛试剂要用实名来领，因为厂商无会供应予邮局，一寡民众想要买快筛试剂，拢买无。因为现在疫情那么严重嘛，那备着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用。新闻有在说嘛，有要准备一点。大部分产能也是被政府在征用的状态，所以其实民众现在要买到快筛非常困难哈，所以有的人可能会跑了好多个地方都会碰壁。政府已经开始停用快筛剂，一箱一箱试剂运送到新北市卫生局。因为新北疫情严重，指挥中心紧急配送40万份的公费家用快筛试剂，先予双北、桃园、花莲等4个高风险城市50万份。像花莲快筛剂优先予确诊接触者使用。新北市长侯友宜就甲中央讲，快筛剂严重无够，希望赶紧分配停用的试剂。今天中央很不容易，也很辛苦。给新北市3万支，还是3万剂还不够，我们56000的机格一次性发放。第一次筛检完之后，他必须要发给他回家的部分，这个我们会优先，因为原来的库存量也不足了，因为居家隔离突然间增加了太多的人数。虽然各县市快筛试剂无够，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讲，快筛用实名领，上紧5月实施，每人限买5支，介绍会当伫100块左右，以市场买也甲实名领同齐做。实名制让大家有一个公平评价的一个机会，来做购买。那不管是居家隔离、居家检疫这些需要用的，那还有热点的快筛，这都是使用公费的来使用。政府也尽力提升国内家用快筛试剂的产能，一定5月开始，每个月上大产能到1280万份。听后新购买的设备到位，产能会当阁提升到1580万份。记者综合报道。对4月2日这个拜5开始，要参加咱国内的旅游团，甲无一定有熟悉人斗阵出门去佚佗，是规定一定要做过3档预防社才会当去参加。这个规定一出来，旅行社饭店就有真侪人去退订单。交通部长王国材嘛表示，这个政策伊是看到报纸才知影，伊嘛答应讲会全力协助业者来处理。观光局伫昨昏就公布讲，总共旅客已经做好2档啊，是因为时间还未到，也未使做第3档，提出证明，安尼嘛会使退团，希望减少业者甲游客损失。中央要求自2日开始，国内团体旅游加无特定人数组团旅游，若无做过3期疫苗，袂用参加，饭店业者就真侪人要退订。阿公阿嬷可能他没有打到3剂的部分，他就没有办法参加这些团体。那变成这些团体可能就要延后或者是取消，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饭店的住房率会降低。虽然特定团体，就像是学校毕业旅行、家族旅游、员工旅游，无需要做过第3期，但过犹原引起业者的反弹。交通部长王国材讲，也是看到报纸才知。的确，这次指挥中心的宣布很突然包括交通部跟观光局也是报纸看他才知道时间相对的赶，那天也表达抱歉，没有跟相关的单位来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但是我们有跟行政有报告。观光局18公布详细措施来补救，团体旅游的旅客甲旅行社工作人员拢爱做过第3期预防针，不过无包括12岁以上也未满18岁有做过第2期预防针，也未满12岁旅客，18岁以上若是已经做过2期，也未满12礼拜人有做过2期的证明就当参团。另外，医生有开证明袂用做所有疫苗的人。旅客若是提供前1天或者是现港的快筛阴性证明也会使。不过业者讲，虽然会当照定型化客约要求民众照比例付费，不过饭店若无退专业，旅行社爱家己吸收。取消，那他是怎么样去认定？把一些规则定清楚。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希望政府单位在
做任何的决定当中，还是需要跟我们业者稍微大家讨论一下。受到爱做3期有风险规定的影响，业者讲恐惊有真侪经会倒。也讲政府无甲旅行业讨论就宣布禁令，互因染伫咧消费者甲饭店业者中。旅行工会全国联合会今仔早起11点会开记者会，要求中央提出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再回来关心天气啊，今仔日受锋面的影响，水汽会增加，中部以北天气是湿湿凉凉，愈晚雨会愈大。咱做回来看温度。今日受华南喷雨区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半部会落雨，愈晚雨会愈粗愈明显。北部规天是乌阴雨来，加上东北季风继续影响咱台湾，北台湾规天是湿湿凉凉冷冷。各地早起早暗会较凉冷，早起上低温是出现伫桃园，敢若14度1，啊，日是高温有21度至29度。明仔载北台湾就会脱离喷雨区，也毋过真近拜四有锋面会通过，中部以北拢会落雨。是要等到拜五，天气才会恢复稳定，一直到后礼拜2，温度拢会回升，亲像热天同款，高温有32度，过昼会落西北雨，也是微降雨。镜头来南非最近爆发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水灾，造大水。因为2天就到半年的雨水量，东部水崩山灾情严重，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00个人，也有60多人失踪。救援人员带搜救狗，伫咧蹲甲差不多1个人悬的土堆内面，看是毋是有法度找着人。有民众坐伫咧倒去的厝边啊，心情真郁卒。南非过去1礼拜拄着有史以来上强的风暴，2天落了450毫米的雨，相当是当地年雨量的一半。伫东部地区引发严重的土石流，灾情真惨重。伫礼拜5找着6具尸体，总共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40人。也有60几人失踪。So this is the first thing that has ever happened in our family, that a massive number of people just die in one day, including babies, including our aunts, and it's just unbelievable. 西比亚一个伙仔，好佳在伫咧土石流来时阵先走，也毋过骹面拢受伤。这么伊真担心伊4岁查某孙仔，因为这么人找无。Umntwana welele phezulu kimi njengomamkhulu wakhe. Naye kuthe makwenzeka uthi mesechaza babemuka naye akamazi ukuthi waphelelaphi. Kumanje akakatholakali. 这场天灾造成要甲14000户民体损害，其中4000户全倒，敢若是东部大城倒班，基础建设的财损就超过6亿8千万美金。除了继续搜救，也开始重建。官方讲，所有的资源分配拢会公开透明，不准再再出现疫情期间的腐败加诈欺行为。公司新闻詹慧斌编译。加上请做伙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前总统陈水扁进前是举行国际记者会，替伊的官司国务机要费这个案发冤枉，是引起议论。国民党即马有为着这个法务部执法有2套标准。法务部长蔡清祥是表示，当时的矫正署有定出保外就医的规定，是规定讲伊袂使接受媒体采访，也毋过文字无写甲真斟酌。开记者会嘛会当算是解说讲做是言论自由，这部分会要求矫正署去了解。来看《中国时报》，不满交通部无要撤回已经送去立法院的代替公司化条例的草案，代替的工会要动员12000个员工，伫5一劳动节迄天依法休假，无要加班。若是安尼时，拍算着9成的火车、列车就无法度驶，拢爱停。交通部长王国材已经证实讲，目前已经甲代替廉价卖票系统关起来呀。若这个拜五嘛宣布运输计划来应用。利用高铁、客运、公车互相配合。来看《自由时报》，捌摕到全国社工最高荣誉金质奖的江大东某一间收容机关的主任，一个细龄的查甫人，伊因为涉嫌人的意愿做出不属规的行为，互移送法办。严格检方发现讲，有一个姓洪的主任调查保护官，是哪亲像泄露法官的资料，互这个姓林的被告，因有无正常的接触，涉嫌违反法官伦理规范，即马会送上司法院纪律委员会去调查。
继续关心卫福部消息，已经核准咱国内6岁至11岁囡仔会当做莫德纳预防剂。明仔载就要讨论讲要当时开始做，因为美国目前并无开放囡仔做莫德纳预防剂，所以嘛引起不少家长对安全有挂虑。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虽望美国无，也毋过欧盟、英国一寡国家拢已经核准6岁以上的囡仔会当做莫德纳。国内本土疫情已经连续几啊天超过1000例确诊，互不少家长真烦恼，因为12岁以下囡仔完全无做疫苗。政府10次已经核准6到11岁囡仔做莫德纳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因为台湾青少年是做 BNT， 毋过囡仔却做莫德纳，引起外界烦恼。做了后是不是产生不良反应？我没有办法直接跟辉瑞来谈购买，因为本来辉瑞在销售的区域就没有包含台湾。而是在 BNT， 而 BNT 把这个代理就委托给了上海。指挥中心按算礼拜三开 ACIP 会议，讨论相关的代志。高雄市长陈其迈徛在医生立场表示，囡仔做疫苗好处比歹处较济，只要是合格疫苗，拢会建议检视所有的，不管国外的资料跟我们本土的资料来看，是合格安全的疫苗，我都建议去打疫苗。不能说没有副作用一定有一些有并发症，但是整体来讲还是利大于弊的。台北市府也讲，中央开完会确诊，学校注册家长同意书拢会准备好，各每合病院到学校住，申报会用流感疫苗无效进入学校来提供，毋过伊愿尊重家长的决定。陈时中强调，辉瑞囡仔疫苗伊愿咧买，这段时间民间一直有协助，即马看四方合约是毋是有办法解决。毋过这牵涉辉瑞BNT加上海复兴3间的利润分配，主要是咧讲这对咱来讲，若是买着拢会使。记者综合报道。那新北中和有一个2岁囡仔去怀着了后变重症，即马病情是真严重。伊的妈妈已经签放弃急救的同意书，因为即阵真侪人拢在讨论讲，敢是因为卫生局协助送病院的时间有去延长着、去拖着，才造成囡仔即马遮尔严重。卫生局是回应讲，相关的单位拢有尽全力做好本分。救护车紧急送医，新北市中和一名2岁查甫囡仔着病了后，带入加护病房，这也是全台头一个幼童重症。相信病况敢是有好起来，各界高度关注。目前大家也怀疑说，是不是有可能除了新冠肺炎的感染之外，也同时有其他病毒的感染。病毒伫幼童身上罕见进展真紧，带伊抢救几啊天，相互甲台大儿科重症相关医师已经共同会诊，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积极到伫救治。也毋过事发当时家属指控通报过程，卫生单位延误送医。18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也批评市府后送制度问题，失去黄金救援期。4点半男孩意识不清。到最后7点半才到达双和医院。如果在第一个时间，家属打给中和卫生所就能够打通，那是个小男孩，是不是能够早一点送到医院去？议员提出真侪质疑，包括家属卫生所电话卡袂通，卡互医救各方通知，爱出伫卫生所同意才会当派出救护车。批评相关局处会反向联系，出现空棚，来回用3点钟，才总算将查某囡仔送医，要求市府补破网，拟定统一窗口，佮建立幼童确诊指引 SOP。我们是在传染病防治的一些规范下，我们全力都在做我们该做的事。对于各界的一些意见跟批评，我们会虚心的接受。另外，新北市推出的虚拟病房平台为安怎无发挥功用？市长侯友宜讲，其实适用地处照护对象，确诊查甫囡仔属于地处隔离个案。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正疫情爆发较大，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亿例，死亡人数超过622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1480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35983例。中国病例伫 WTO 的病例数是超过95万例，日本是超过740万例。韩国是超过16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2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0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700万例，法国是超过2700万例。
中国坚持要清零，嘛要掠出所有病毒，所以疫情上界严重的上海，即马继续咧封城，已经封第4礼拜。昨昏上海是搁新增加2万外例，而且搁有通报3个死亡的个案。中国官方即马按算伫4月20要达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就是讲各地区以外，若是准讲无疫情、无病例，安尼上海就有机会会当解除封锁。上海疫情一直降袂落，17个新增加2417例本土病例，也有19831例无症状感染者，加起来22200多例。自3月起病例增加到昨晚，上海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2万。4月17日新增死亡病例3例，均为高龄。官方也第一遍通报死亡案例，是3岁89岁以上的士大人，拢有慢性病史，而且拢无做过疫苗。不过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加多。BBC 报道，因摕到的官方资料，敢若是伫咧上海某一间病院，就只有27岁无做过疫苗的病人死亡。不过官方甲因的死亡原因算伫咧其他的疾病。上海这边疫情来了正紧，阁正严重。为了要实施动态清零，当局采取分区防控措施，不过手段粗鲁，民众反弹。警察冲进小区，把正常居民拉出去。顶礼拜伫社群媒体传出一段影片，上海居民加穿着防疫衫的警察伫咧烧弯，因为警方要强制征收因租的厝，摕来收治病人。为了要消除民众的不满，上海官方已经设目标，要伫4月20之前做到社会面清零，并且自今仔日开始到2月，对每一个管制区加强核酸加抗原检测，只要各地区以外无阁有社区传播，上海有机会解封，或工厂复工，民众恢复正常生活。不过有人讲，照这么的情形，3天内要达成这个目标无啥可能。封城毋但民众无方便，经济也受影响。官方公布第一季 GDP 成长率表现不好。初步核算，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7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8%。虽然中国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比外界所预期的4.4%更加悬，不过是无到全年目标的5.5%，主要是因为3月份的经济活动放慢。有分析认为，受到上海等大城市封城影响，4月表现可能会更加歹。受俄乌战争甲疫情影响，未来经济表现恐怕愈来愈歹。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镜头来美国的疾病管制预防中心是宣布，因为 Omicron 变异拄拖真紧，所以即马在大众群众共款爱挂喙罨，这个防疫措施要继续延长到5月初3。美国政府伫去年1月底有公布，在大众运输爱专程挂喙罨，经过几若届的延长，原本是讲4月19今仔日会当解除禁令，也毋过即马佫宣布这个措施要延长到5月初3。那佛罗里达州的联邦法官是认为讲，这个挂喙罨的命令超过疾病管制中心的法定权限，宣告这项规定是违法的，所以要甲撤销。来关心国际上的战事，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昨昏向欧盟提出申请加入欧盟，按算6月份的时就当摕到候选国的地位。那俄罗斯总统普丁昨昏是讲，西方的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也毋过甲因制裁，西方的这国家已经付出个代价。那这场战争也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昨昏嘛讲，因空袭乌克兰西部，即马已经毁掉大量外国武器。将2本高高的文件交予欧盟驻乌克兰大使。乌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講，這是烏克蘭爭取加入歐盟嘅第一步。Це якраз та дорога, про яку ми говорили, на зустріч один до одного, і це важливий сигнал. Ми віримо, що отримуємо підтримку щодо цієї роботи і станемо кандидатом до вступу, і після цього розпочнеться наступний фінальний етап. Дуже віримо, що ця процедура відбудеться. 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4月初時陣親手將調查文件交予澤連斯基，這麼烏克蘭做好調查，歐盟執委會就對這個案件提出建議。烏克蘭希望會當在6月歐盟理事會摕到歐盟候選國地位。另外，俄羅斯總統普廷18日在一場經濟會議講，俄羅斯今年第一季經常銷原油創歷史新高，到580億美金。俄
讲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战已经失败。Можно уже уверен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та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провалилась. Стратег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блицкрига не удалась. Более того, санкции не прошли даром и для самих инициаторов. Имею в виду рост инфляции и безработицы, ухудшен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динамики в США и странах Европы. 俄战争也搁伫咧拍。俄罗斯国防部18讲，因空袭乌克兰西部沃利夫附近一个奥运中心，摧毁放伫咧遮的真侪外国制造的武器。Утром 18 апреля высокоточными ракетами воздушного базирования ВКС России в районе Львова нанесен удар по 124-му объединенному центру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тыла командования сил логисти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йск. Уничтожен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и находившаяся в нем крупная парт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вооружения, поступившая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6 дней на Украину от США и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 俄罗斯讲，因即天总共摧毁16座军事设施。沃利夫的市长是出面谴责俄军，讲因的空袭至少造成7位平民死亡，并且讲这是种族灭绝。伫咧俄东的战术部分，亚速营发一段反击俄军的影片，会当看到亚速营士兵攻击俄罗斯的军队，并且弹手榴弹。文章内面也搁讲，马里坡的防守依然伫咧继续。泽伦斯基伫咧演讲中是讲，俄军已经伫咧俄东顿巴斯地区发动全面的攻势。伊讲，乌克兰会继续伫咧俄东对抗俄罗斯。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译。今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希望美国总统拜登会当去基辅访问，也毋过白宫是强调讲，因为有安全的考量，所以拜登无这项计划。俄罗斯拍乌克兰正面2月日，乌克兰国会昨昏发表文章感谢世界各国的帮赞，嘛特别讲到咱台湾，感谢台湾加入反战。美国白宫是宣布5月12日要召开一场全球的峰会，目的是希望要结束疫情的危机，嘛要替未来的卫生威胁先做好准备。镜头搁等下咱过来关心今两个介绍又搁要起啊！山地介绍甲大尾介绍，逐斤拢会起2块。两种是表示，因为饲料的介绍起，加上气候的因素甲禽流感，才拢影响鸡卵的产量。也那农委会嘛表示，会继续进口来因应民众的需求。民众去菜市买鸡卵，啊，毋过买的数量可能就爱停少，因为鸡卵的介绍搁起咯。超心疼的啊，什么都贵。养鸡的、卖鸡的也要赚钱啊，成本提高，这样就是。民众讲，两价一直称悬，加开袂少钱。10月开始，鸡卵产地介绍甲批发介绍全面拢搁起2块，产地介绍每台斤40块半，批发介绍是每台斤50块，拢创历史新高。过年前那一段啊，又没蛋，然后又贵。现在好像也是一样，蛋还是不够，价钱又更贵。虽然1月初农委会宣布两价解除停起，毋过欠卵也是事实，也互工会无法度对得到需求。两农表示，虽然顶一摆每台斤提悬2块，也是无法度反映成本。这一摆虽然搁起2块，毋过上济干两户生产的压力小可长好一点啊。饲料地起是两价拢毋起，是毋是袂趁钱？这拢毋是长期的办法，所以一定爱回归市场机制啊！应该起你就起安尼。但超市表示，受国际原物料介绍影响，鸡饲料介绍也一直称悬，饲鸡成本增加将近1倍，加天气禽流感拢影响卵的产量，需求的缺口无法度补回起来。目前反映市场机制是无上限。农委会表示，目前供货量逐天维持伫10.8万箱，4月开始每礼拜进口100万粒。毋过什么时阵回稳，爱着看大环境。大家看整个供需的状况跟那个饲料成本的一个波动情形，来去做一个等于是总体的一个观察。全球也陷入欠卵压力，除了美国、法国爆发几摆禽流感疫情，恢复生产至少要几个月。俄乌战争扰乱乌克兰鸡卵出口，短时间看无好解。全球两价即马是真歹回稳，各国也拢在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啊，清在失电跳电，即马天气愈来愈热，热天时用电的尖峰，电敢有够用？台电的董事长陈文生是强调讲，这修理的机组伫5月份陆续拢会加入发电，而且今年水情是真稳定，所以今年热天供电嘛会保持稳定。
货物税的部分，事实上还会再跟财政部这边做讨论，是不是要能够继续减免？这个只要展延就可以办理。油品货物税减扣，干那到6月底，搁过2个月，油品每公升的价销就加1.6至2.2。经济部处长兼任台电董事长詹文生，伊正乐观咧看待，不过嘛唔敢甲话讲伤饱，因为这个变数还阁真济。最近国际油价当咧波动，不过每桶要是破100块美金，油价压力要是真大。除了讲关心电价以外，各界更较关心这个跳电的问题。303大停电了后，规台湾大小的停电一直来。张文生表示讲，1000亿的强韧电网计划，这相关改进项目已经有来咧做，嘛因讲会伫4月底来公布。也若讲这个热天用电的尖峰，供电无够的谣言，伊嘛搁再因讲，伫今年的热天会真稳定来供电。大修机组也会陆陆续续在5月份开始全部都会回归，再加上水情稳定丰沛的状况下，今年夏天的供电状况是稳定的。另外，河水费会伫今年7月上路，不如个敢若伫大水期征收。部分立委嘛认为讲，这个效果有限，建议讲规年来征收。不过嘛有立委反对。因为国内物价压力大，烦恼这个河水费会来出现转嫁的效应，安尼会来杀关物价，认为讲要都爱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进前家人是因为有警察去小食店，转造成群聚感染。当台北市的警察局嘛发现讲，有3个去会到的警察要去找小姐陪酒做伙唱歌，而且咧疫情调查时拢无老实讲。另外，还有一个警察是去酒店交管，也毋过说骗讲，干那去找朋友尔。即马因4个人拢会防加重处罚。前警员伫警察局内详细消毒。台北市连续有警员着病，18个增加5人确诊，累计确诊达到25人。只是疫情严重的时阵，市警局所查出第一波确诊的艋舺分局甲市刑台的3名警员下班了后到 KTV 唱歌过程中，找团部小姐陪酒，煞伫进一步摇掉了后，才讲出实情。另外，大安分局有确诊警员，讲是去酒店附近找朋友提锁匙，要叫药调人员一查，发现伊有上酒店消费，结果干办公室有超过10名同事封口的隔离。该4名员警涉及违纪染疫，将从严就责，从重惩处。本局在此重申，疫情严峻期间，同仁应加强自律。作为保护人民的人，下级规矩。也无照实说明强调，市警局将要严厉处罚。同款无配合防疫，也有新北市一名查甫人，伊是确诊了后，将手机放伫厝，就出去拍球，也去买物件，也伫 IG 发限时动态，结果遭截图检举。他是我们居家照护的对象，所以他必须要在家中1人1室做隔离。他已经是确诊者，明明知道自己是确诊，还私自外出，而且还公然PO网，严重挑战公权力。所以我们决定在考量种种情况之下，要重罚他150万元。疫情期间无遵守防疫规定，卫生局表示，因为违规的情形严重，所以将这名确诊查甫人强制送集中检疫所，各罚150万。若讲有传染他人的顾虑，甚至可能有刑责。记者综合报道。大甲马事件都结束，刷落去5月20日，白沙屯马嘛要出巡事件，昨昏开始报名。白沙屯公田警是表示，为着防疫，今年是规定信众拢爱做过3档预防车，才会当去报名参加，而且今年嘛无提供先房。规排以头仔甲细只椅排做一列，就瞄伫白沙屯公田宫的香客大楼围做一列，这拢是要准备报名白沙屯妈祖进香的信众所排的。而这个来自嘉义的信众，为着要替高龄90岁阿嬷来祈福，6天进前就来排队，顺利取得头香，成为头一个报名香灯卡。我没有带着阿嬷徒步，但是我都亲自妈祖我说，我可不可以代替他背着悲伤，然后帮他走？对，走完全程。走完全程。这次白沙屯妈祖进香，刷落伫大甲妈祖了后来开始，已算去9万人来参加。苗栗公田宫表示，报名香灯卡的时间到后个月16号，
不过受到疫情升温的影响，信众除了填写报名单，还搁爱附上注满3剂证明影印本，名分才会发给因8张，确认了才会使来参加。又为了买片面根据，嘛开放代理报名。因为有卡在3G 的问题，应该不会如我们所讲的9万人报名。那当然还是安全为主啦。没有打3G 的，我们今年就暂时不要去定价。蒋天强表示，今年受到疫情影响，乡下大楼无提供大的所在。不管是出现信众排队的现况，嘛呼吁信众要做好家己的防护。而目前正向的行程无受到影响，伊算5月20号出发了后，22号行到北港，由白沙屯马祖的路线，都是由马祖来决定。对着信众来讲，将会是一大考验。记者苗栗采访报道。再来地方风上头，咱镜头来云林。云林在地延平老街有一间真特别的米行。100年前，这是当地真出名的一间商行，即嘛是一对姓黄的姐弟仔咧经营。因将这间老厝整修了后，佮加添艺术空间，举办展览，要互来遮游客会当感受在地人文特色。徛伫店门口，就当看到内底一家一家整齐佮倒满店的五色豆啊，有红豆、绿豆、乌豆各种的五谷产品，看起来非常的特别，好经过游客拢想要入去参观。上礼拜我就有来逛这家店，足水的，古色古香的呢。还有请老板娘店内底真的在足水。你看，我光是看这个就吸引我走进去。这间位在西内延平老街米牛店，店内装潢有影是照古早，因为这栋100年的老厝，因过就是在地上出名，专办优惠，甲哈利机车引进台湾的广合商行。转到即马经营的2家店啊，因为介意老厝定个精修，嘛拢尽量维持主本的经价。老旧有安全性的地方把它遮盖起来，那有历史的地方把它也显现出来。我们主要是以在地小农的商品为主。后面艺文中心我们是2个月会有艺术家的展览，就是让客人来这里走累了进来休息哈。一方面可以看老房子的故事还历史，那一方面就是让一些艺术家可以在这里哈展现他们的作品。店内空间有影是真深佮真宽，后壁佮开一个艺术的空间，无定时拢会邀请艺术家来演讲办展览。业者用心维持，善用老街老厝的特色，帮打造出多元的体验，互人客来遮唔但参观老厝，佮通浸伫咧艺术的气氛当中，享受在地人文风情。记者综合报道。在镜头来南投的鹿角有做茶师傅甲农委会合作，甲乌龙茶做成茶饼。茶饼佮号做饼茶，伊毋是饼，是保存茶味的一款方式。手工做的，保留茶香甲茶味，而且佮设计甲真水，所以便若有人做生日啊、结婚啊，拢会来注文来欢呼，当做纪念品。若讲到茶饼，有的人幻说会叫是一种四修啊。其实茶饼又个叫做饼茶，是保存茶味的一种形态。大部分的茶饼拢是用草埔茶做的。不过，伫南投鹿角乡，就有一位在地茶师，用特殊的机器，将乌龙茶的旁边带入去一块一块圆圆的茶饼内面。我们经过茶叶改良厂来做这个授权加工那我们把这个乌龙茶把它压制成茶饼让我们的这个茶叶能够更有多元化的一个选择。做饼茶的过程是真无简单的。为称重、定型到烘打，拢需要认真甲耐心。温度上悬也是上低，拢会影响到呈现的品质。每一块茶饼拢是师傅手工制作的，就是为着会当保存茶味上天然的滋味。我们先会把茶叶称重半斤装或者是4两装，然后再放置蒸汽机里面，将茶叶润湿之后。然后再放进布巾，利用布巾把它塑成圆形，然后再压制固定，然后再进行干燥。乌龙茶有伊特殊的香气和甘甜的茶味，经过加工包装，茶饼会当配合人客的需求，为特别的纪念日做设计，提供无同的收藏意义。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消息，咱来关心即阵本土疫情炭烧，防疫保险这款保单变甲真抢市，昨昏就有几啊间保险公司停卖成冻点。金管会是解释讲，因为即阵政府讲轻症嘛当点出来照护，所以出新的保单，定出新的理赔原则，点出来会当比较大院拢有理赔。我有5张防疫保险单，一旦被隔离，可以拿到24.5万。为去年1月一路买到即马，纸本申请加上线顶投保，手头有5张防疫险。去年5月疫情大爆发，因为当初确诊防COVID的隔离，当时就是靠着500块代散防疫新单，处理10万的理赔金。也毋过伊讲即马本土疫情大爆发，COVID隔离条件更加严格，买防疫险袂当只看隔离赔偿金。因为现在政府不匡列了嘛，那你现在出去搞不好你旁边就是确诊者，你自己都不知道。现在担心的是住院跟确诊金额，确诊金额我买了5张，所以我总共可以赔33万。各间防疫保单陆续停卖，将进行大改版。金管会保险局表示，新版的防疫险内容将6日轻症治厝接付，虽然治厝，也毋过只要有医疗行为，就会比较一般病房保险进行理赔，单元1天1000至3000不等。也毋过因为是轻症，所以负压隔离病房、加护病房等1天加急可能会取消。另外，虽然是轻症，也毋过也是确诊。若讲有确诊定价补偿金，需要医药给付。也毋过理赔金额会下收。要在家里头要有治疗的行为，在家里头要吃药啊，我的药可能不够啊，又没有吃药，那这个可能在理赔上是带争议的地方。有一些公司会采用的实支实付，额度是指的是上限，那这个部分他就要拿单据，他不看单据的，但是他把额度稍微放低一点。保险局表示，这礼拜也阁有9张防疫保单推出，强调民众白买白挑。另外，一个人买几啊张的防疫险规定，每一间保险公司拢应该先询问确诊客户，才评估敢是核保。另外，因为有民众超过赶伫被扣的确诊进前投保，为了避免理赔争议，保单等待期将有长到5天才生效。记者综合报道。英国人会讲大只加慢蹄，即马这款观念爱改，有可能是囡仔发展较慢顿，爱把握6月进前，互囡仔去做早期疗愈。嘉义市政府甲嘉义基督教病院即马就会举办儿童剧场，希望透过戏剧，互民众有正确的观念看待囡仔的早疗。儿童剧场伫台顶表演故事，互囡仔甲家长看。嘉义市政府甲嘉义基督教病院邀请150个厝内有6岁以下囡仔的家庭。希望用戏剧的方式，让家长去注意到发展较慢顿的囡仔。那透过就是教育还有这个医疗，比如复健听力或是语言治疗，那还有就是说他的整个社会的这个融入，所以我们会在他不同的阶段转介他们到最合适他们的这个学习的单位。嘉义市社会局表示。社会态度会影响着发展慢顿儿童家庭接受治疗意愿。6岁进前是这个囡仔接受治疗上好的时间，希望透过宣导，让家长有正确的观念。像会有一些传统观念，觉得这样很像小孩子生病，但是我的看法是，他不是生病，他是比较慢了。然后我只要引导他，协助他，不要让他就是越来越慢。透过家庭的方式，到处治疗、甲巡回辅导的服务。嘉义市儿童发展通报转介中心20多年来，协助过将近1万名6岁以下发展慢顿的囡仔。嘉义基督教病院早疗中心表示，社会正确的认捌会让家长有信心，嘛才有法度替这个囡仔带来更较好的教育环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疫情滚到几若冬，疫情源头伫中国的武汉，美国疫情爆发了后，就直头发生阿系人士防攻击的事件。纽约市的警察局有公布上新的统计，今年甲当地已经发生194件受份犯罪，其中攻击亚洲人的就有32件。也毋过专家是认为讲，这数字毋呐，这是表面的数字尔，因为遮侪亚洲人受害嘛未去报案。虽然凶手已经抓到，不过攻击所造成的惊吓，民众心内也是惊惊。美国纽约顶礼拜发生地铁枪击案。62岁非洲的男子法兰克·詹姆斯，12日伫个布鲁克林地铁的车厢内面开枪攻击乘客，震惊全美国。伊犯案进前，捌伫个 YouTube 发布影片，内容涉及种族主义，也互大家即马搁伫咧讨论受份犯罪。
纽约市警局进前所公布的资料，今年1月初1到4月初10，纽约市发生194件受训犯罪，甲去年同期110件比，增加76%。其中针对犹太人的犯罪事件，去年28件，今年86件；对非洲的犯罪，去年13件，今年26件。不过对亚洲的攻击事件，去年47件，今年32件，颠倒降32%。不过分析认为，这可能是亚洲的受害者较不愿意报案。Asian Americans, along with some others, have long been subject to this so-called forever foreigner stereotype. That is, no matter how long your family's been in this country, 3, 4, 5 generations, many people still see you as a foreigner. And the surge of anti-Asian violence the last few years shows how easily they can be reactivated when leaders speak carelessly. 今年前几个月就发生几多件攻击事件。1月时阵，有一位华裔女性被人杀入去轨道，当场互列车碍死。2月时阵，又有一个查甫人伫纽约市攻击7位亚洲女性。3月时阵，有人伫咧地铁用钢推啊攻击一位29岁亚洲的男性。连续几多件事件引起亚裔惊吓。有一个亚裔人士认为，虽然美国已经立法打击反亚裔受训犯罪，纽约市长亚当斯也承诺要打击暴力。不过，政府就要提出更加多行动，才能减少美国社会存在真久的种族问题。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辑。英国性别咧分是毋是查甫就是查某，不过美国有120万的下性别的人。最近美国嘛全面开放，会当互因去申请 X 性别这款护照，互下性别的族群会当有另外一款选择。奥克达用电脑写资料来申请新护照，伫性别这个一选 X。去年10月，美国发第一份中性护照，予一位赢得诉讼的海军退伍军人。今年3月31日，联邦系统换新了，包括护照在内其他身份文件，拢增加 X 这个性别。对奥克达加美国120万非离原性别族群来讲，是走向性别平权正重要的一步。I was such a shell of a person when I pretended to be a woman, and I tried really hard. There was always something that bothered me, and so at least I have the government to say who I am as a person. And I can turn around and say, yeah, well, in my ID, the government sees me as who I am, and maybe you need to start seeing me as who I am. And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cry. 今年34岁奥克达老喙手，穿衫打扮敢若是女性，不过伊讲伊的跨性别认同，连伊厝内人也无法度接受。奥克达经过跨性别族群几多年来的争取，总算得到官方的认同。伫新护照之前，已经伫咧维吉尼亚州摕到中性驾照。It was the first time I see myself in an identification form, and when the government is making more acknowledgments with people beyond the binary, I don't know, it makes me feel safer. 奥克达讲，伊即马想要回去伊出世的故乡秘鲁，希望伊新的身份会当得到更加侪人的认同，袂搁再互人叫做女士。即马伫澳洲、纽西兰、德国拢有正式中性护照。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10年一届，等级有半年遮尔久，荷兰国际玩艺博览会已经开幕啊！今年的主题是发展绿色的城市，有40个国家参加展览。60公顷块园区看起来就哪亲像一座大型的生活实验室。这实验食物的力量，互人知影食物的力量。因为有的花草会当食，有的是结合绿建筑，展现各种花草多元的模样。1960年开始，每10年办一摆荷兰国际园艺博览会，今年伫阿尔梅勒的沿海新城地举行。规片60公顷的园区，游客用坐新的空中缆车，欣赏食物园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真大正式地全景。这就是行者每一个国家的场馆，学发展绿色都市的新知识。The countries show their examples of the theme of the exhibition, which is growing green cities, and has a lot of sub-themes like healthying the city,
greening the city, healing the city, and energizing the city. 今年主题是以10倍力量来应对全球暖化、自然资源减少、人口增加加快速都市化这问题，展示10倍改善生活加创造未来美好都市的重要性，佮推动官商关系发展。博览会展场演讲是观念传统甲科技拢做伙。举例来讲，卡达3D 列印打造场馆，外观亲像传统的粉砖塔。日本的工作团队是起一个马草厝，中国馆是展现了这种传统建材新用途，德国馆是显示人甲自然之间的微妙平衡。主办单位荷兰起一个占地1公顷的温室，互农民展现因上新的成果。春天国外节假期开始的国际园艺博览会，展期有半年。经过3个季节，10月初9闭幕了后，展区也有新的用途。Then it becomes a very, very nice green area to live in. All the trees remain here. All the green grid, as we call it, remains green. So, yes, it must be a great place to live. 阿尔梅勒国际园艺博览会今年有40个国家参加，按算会欠200万游客参观。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来关心今仔日国际台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52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加是19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是15度至2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